我前排食蘋果，竟然見到個蘋果有血絲，原來係我自己牙肉出血，仲以為自己咬親添。其實呢個情況都持續咗幾個月，刷牙見紅，牙肉成日腫腫地，朝早起身仲有啲口臭。後尾有個 friend 介紹我去深圳維港口腔，話係香港品牌，仲有廣東話服務。我抱住試客嘅心態 book 咗期，點知真係有驚喜。我一入去，光猛企理，消毒衛生做得好好，姑娘好 nice， 仲要係全程廣東話溝通。個鄭醫生好細心，同我講：你唔使擔心，我哋先同你檢查清楚，等你可以睇到自己牙周嘅真實情況。佢俾個屏幕我睇，哇，原來我牙罅積咗好多牙石，牙肉已經有啲萎縮，怪唔知成日出血。鄭醫生解釋得好清楚，話我係早期牙周病，建議做牙周治療，即係深層洗牙。治療過程比想象中輕鬆，佢用嘅儀器好先進，清潔得好徹底，但又唔會好痛。做完之後，姑娘仲好貼心咁教我點樣用牙線同點樣正確刷牙。而家過咗1個月，我可以好開心咁話你知，我刷牙已經完全唔見紅啦，牙肉再冇腫痛。如果你都有類似情況，真係唔好拖。維港口腔而家做緊香港客優惠，初診檢查同電腦立體掃描都唔收錢。你哋可以 WhatsApp 問下，話唔定好似我咁，一個療程已經改善好多。健康嘅牙齒真係好重要，與其成日為牙肉出血而煩惱，不如上去試下啦。立即撳入下方 link 預約，仲有優惠券可以拎，客服即刻同你安排醫生問診。